复兴高中的大型注射站陆续来了真侪市场掠零的师傅。根据卫生局统计，包括庇护工厂以及无日工会协会，总共250位左右。日前透过议员创专向市府请命，优先列入注射行列。26号一透早就展开注射作业。市长吴伟霆嘛特别到场关心，希望可以重新回到职场的时，有了疫苗的保护。事实上，因为一方面他们属于高风险，都跟密切接触身体的接触；另外一方面，他们生活上的自理比较困难的，那这样也需要人家在照顾他。那因此也因为这样子比较容易感染到 COVID-19，的高风险，属于高风险族群。所以我想今天借着这个机会，能够让他们施打，一方面能够建立完整的保护力，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这个让他们比较能够顺利的，譬如说解封之后，他们可以顺利的这个继续来从事他们的工作。对着市场者来讲，我可就是掠零的功夫来维持生活。不过3级警戒到今，拢无法度做生意。虽然有政府的纾困，不过也是希望靠家己的双手来打拼。所以等于顺利注疫苗，24天后就打算恢复营业。所以过去藏足久的掠零眠床甲椅仔等家私，拢开始要提出来消毒整理。嘛希望政府有条件解封以后的标准，一定要简化放宽。是不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戴面罩，是说我们用口罩就可以？是。另外第二项就是说，那个宽度的范围。它是2.25公尺，是不是说我们这个范围也可以放宽，就是不用那么宽，就是说可以缩减到看在1.5公尺以内，会比较有机会来消费的时候也不会说等太久了。协进会表示，因预计8月7号，包括进驻各大病院甲店面的部分，拢会当如期恢复营业。但新闻管制采访不到。